亚那昨中昼有一个47岁骑奥多摆的人，经过台九中线14.2公里的所在时，因为雨来路就较骨，全跋落山坎。伊摕石头拱山壁，发出声音喊救命。搜救人员听到声音找到人，医生讲互救起来，敢若切伤真好运，好咧加载。大哥，你还好吗？哦，有枪，还有在枪。OK。好，有听到。你先在那边，不要乱动。救援人员对山谷下边大声喊，无偌久听到讲石头的声音，确认下边有人受困。代志是发生伫13中昼时阵，有民众通报伫个苏澳镇台九顶14.2公里的所在，发现一台机车倒伫路边，涂骹有浅土仔。毋过煞无看到人，马上通报救援。警消到场研判，技术可能已经摔落山坎，经过呼救，山坎下骹传来讲石头的声音。搜救人员推工救援，用3点钟伫下晡3点17分将人救起来。头有没有撞到？没有。你脚会痛吗？我的脚在痛，我的肩膀痛。47岁姓林的查甫人全身真个所在切伤，毋过意识清楚，送去罗东破案病院救治。林姓男，骑士65年次，骑乘普通重机车北上，行经该路段时不慎自撞护栏掉入山谷下约50公尺处，经驶是9侧0。经过调查，姓林的查甫人沿旧苏花公路骑车上班，因为天气落雨，路较骨，家己弄路边的雨篮落入山谷，卡伫半山坪30度的平台。因为体力无够，只有靠身躯边的石头拱山壁来求救。救援人员听声便飞，找到伊的位置，也正做伊得救的重要关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